各位老友記，大家好，今日講點解你明明好勤力，一結婚或者談戀愛就天天破財，甚至被伴侶拖累到貧濟夫妻百事哀，大環境咁差，揀錯選財面相嘅伴侶。下半年你睇想唔窮都難，但揀啱旺財伴侶同佢喺一齊想唔發都難。今日教你睇3種最旺財嘅伴侶面相，同埋點樣化解另一半嘅選財氣場。即刻喺評論區留低。夫妻同心，下半年財源滾滾，想翻身嘅老友記即刻點讚訂閱。我哋即刻開講，我哋先嚟講下為什麼伴侶嘅氣場同面相會直接決定你個財富。大家睇下現在嘅大環境，2026年係丙午火馬年，正值九子離火運嘅極盛時期，社會節奏極快，火旺磁場非常之猛烈。喺呢種年份，很多行業面臨洗牌，做生意面臨結業，上班族面臨裁員，大環境嘅不確定性讓很多人嘅內心非常焦慮。喺呢種時候，兩個人喺一齊生活，睡喺同一張床，吃同一臘味飯，你哋兩個人身上嘅磁場早已融為一體，日夜互相影響。玄學上講嘅旺夫或者旺妻根本唔係乜嘢封建迷信，而係一種極其真實嘅能量共振。大家要知道，喺2026年九子離火運入面，火嘅氣場係非常之猛烈同躁動嘅火，主快主變，亦都主虛浮。如果一個人在外面衝唔陷陣，每天面對慘烈嘅商業競爭同職場壓力，回到家如果仲要面對一個脾氣暴躁、挑剔、打壓你嘅伴侶，這在風水上就叫做雙重火煞。火上加火，人嘅情緒就會徹底失控，智慧就會被蒙蔽。我見過好多中年壯耀嘅朋友，本來生意做得好好，就係因為屋企天天吵架，結果在做重大投資決策嘅時候，因為心情煩躁，頭腦發昏，一失足成千古恨，把幾十年積累嘅家業通通賠光。相反，如果伴侶身上有溫和嘅水屬性或者穩重嘅土屬性能量，當你每天拖着疲倦嘅心急回到家，看到伴侶溫柔嘅笑容，聽到一句關心同鼓勵，你身上嘅火煞之氣就會瞬間被冧平。這就係玄學上講嘅陰陽調和，水火相濟。一個能夠冚你提供情緒價值，讓你內心感到安寧嘅伴侶，他身上嘅磁場就係你最好嘅避風港，能幫你在下半年避開所有破財嘅陷阱，讓你在外面做嘢充滿靈感同動力，下半年想不發財都難啊。比如話，如果一個人嘅命理缺水，性格比較急躁，而他伴侶嘅面相同八字帶有源源不絕嘅水氣，性格溫和沉穩，呢兩個人喺一齊就叫做水火相濟，事業自然蒸蒸日上。相反，如果兩個人喺一齊，每天回到家就互相抱怨，脾氣暴躁，互相指責，呢種火燥嘅磁場就會瞬間將你哋屋企嘅財樹燒光。我見過太多人原本事業很有前景，但因為娶咗或者嫁咗一個每天吵架疑神疑鬼嘅伴侶，結果精力通通消耗喺家庭內耗上面，做生意頻頻出錯，投資被最後傾家蕩產。伴侶嘅面相決定咗你哋家裏嘅財富能不能鎖住，伴侶嘅嘴德同脾氣決定咗你哋家裏係聚財定係散財。所以睇懂伴侶嘅面相，搞清楚如何同佢嘅氣場互補，係你下半年翻身發財嘅第一大關鍵。接下來我要正式揭曉下半年最旺財嘅伴侶面相特徵啦。無論你係睇你自己定係睇你老公、老婆、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只要符合其中一種，下半年你哋嘅財運都會有極大嘅提升。第一種最旺財嘅面相特徵叫做地角方圓，下巴豐滿有肉。喺面相學入面，面部被分為上庭、中庭同下庭。上庭看少年運，中庭看中年運，而下庭也就是下巴同嘴唇下方嘅位置，喺面相上被稱為地角，代表一個人嘅晚年運勢、不動產同埋他命理入面嘅財富。很多人受現代審美嘅影響，喜歡去整容，弄一個尖尖嘅蝦子下巴。我話給你知，喺面相學上，尖下巴係非常不利於聚財嘅。下巴太尖，代表晚運浮躁，根基不穩。就算青年時期賺到錢，到你晚年都會因為各種突發事件而大漏財。相反，如果你嘅伴侶下巴方圓豐滿有肉，甚至笑起嚟有微微嘅雙下巴，你千萬不要叫他去減肥或者抽脂，因為呢種下巴喺面相上叫做地角重厚，係極其罕見嘅守財相。很多人分不清水煮肉同財肉嘅區別，真正嘅地角財肉
係摸上去結實，皮肉相包裹，有彈性嘅。有幾種面相嘅伴侶，性格通常比較沉穩踏實，非常有遠見，不會因為眼前嘅蠅頭小利而衝動投資，更加不會在懷面亂花錢。它就像是你家裏嘅一座定海神針，能夠幫你把賺到嘅每一分錢都實實在在存落嚟，轉化為房子、土地、黃金同埋穩定嘅資產。同有幾種面相嘅人喺一齊，你下半年嘅財富就像裝咗一把安全鎖，想漏財都難。第二種最旺財嘅面相特徵叫做鼻翼飽滿不露孔，加上眼神堅定不飄移。喺面相學入面，北鼻子係12宮裏面嘅財帛宮，代表一個人嘅進財能力同理財智慧。男人的鼻子看他的事業同財富，女人的鼻子看他的夫運同夫家財富。看一個人嘅鼻子旺不旺財，重點不是看鼻子高不高、挺不挺，而係看準頭同鼻翼。鼻子最前面嘅尖端叫做準頭，代表進財嘅能力，而鼻子兩邊嘅鼻刺叫做鼻翼，在風水上代表財富嘅大門同保險櫃。如果你嘅伴侶鼻翼飽滿、圓潤有肉，而且從正面看過後幾乎冚唪都鼻孔，這在面相上叫做財富緊閉，代表他極具理財天分，懂得精打細算，每一分錢都能花喺刀口上。相反，如果鼻孔朝天或者鼻翼薄弱如紙，這就叫露孔漏財，賺多少都會像水爐一樣花光。除了鼻子之外，仲有看他嘅眼神。眼睛係12宮裏面嘅田宅宮同精氣神嘅凝聚之所。如果你的伴侶說話嘅時候，眼神堅定、黑白分明，眼神不飄移、不閃辣，代表他心智成熟、內心強大，有極強嘅執行力與辨別是非嘅能力。有這種面相嘅伴侶，在下半年慘烈嘅市場競爭中，能夠一眼看清局勢。不會聽信小人嘅甜言蜜語去盲目跟風投資，能夠幫你喺事業同理財上把關，成為你最強大嘅軍師。第三種最旺財嘅面相特徵叫做嘴角上揚，即係仰月嘴。加上眉清目秀，在面相學入面，嘴巴被稱為出納官，代表一個人嘅言語情商同埋社交貴人緣。很多人平時失笑嘅時候，嘴角係微微向下垂嘅，這在面相上叫做福州嘴。進福州嘴的人性格容易悲觀消極，喜歡抱怨，身邊嘅貴人看到他都會繞道走。但係如果你嘅伴侶即使在不說話、面部放鬆嘅時候，嘴角都係微微向上勾嘅，就像一輪蛙幻嘅月亮。這在面相上就叫做仰月嘴。有仰月嘴嘅人天生帶有一股和氣生財嘅磁場，說話幽默，情商極高，人緣好到不得了。在社交場上，他能幫你拉立各種各樣嘅貴人，為你帶來意想不到嘅商業機會。在屋企入面，他懂得用言語去鼓勵你、滋養你，讓你每天回到家都覺得心情舒暢。再加上眉毛清秀不雜亂、眉尾不散，代表他脾氣溫和，做事有始有終，處理人際關係井井有條。俗話講家和萬事興，同這種有仰月嘴、眉清目秀嘅伴侶喺一齊，屋企每天都充滿着歡聲笑語，正能量磁場爆棚。下半年財神爺自然最喜歡降臨你哋家門。除咗上面講嘅下巴、鼻子同嘴角之外，我仲要補充兩大極其重要嘅旺財面相特徵。第一個補充特徵叫做耳朵厚帶有垂珠。喺面相學入面，耳朵係採聽官，亦係看一個人先天枕氣同腹部嘅位置。耳垂代表一個人嘅福氣同包容心。如果你嘅伴侶耳朵厚實、耳垂招厚，這在面相上叫做雙珠招海，係天生帶有大腹部嘅面相。有這種耳朵嘅伴侶，性格通常比較大度，聽得進勸告，不會死撞牛角尖，而且晚年腹部極深，同有福珠耳朵嘅伴侶喺一齊，他能吸收你身上嘅壓力，把福氣同財氣源源不絕地帶扣嚟。第二個補充特徵叫做額頭飽滿光潔，官力宮無瑕疵。額頭喺面相上代表一個人嘅智慧、遠見同官力運。如果你的伴侶額頭高槽飽滿，沒有惡痣同疤痕，代表他頭腦清醒，有極強嘅大局觀同事業運。在2026年這種快速變化嘅年份，有這種額頭面相嘅伴侶，能幫你站在更高嘅角度看清處世，指引你做正確嘅事業同投資決策，成為你人生中最強大嘅導師同貴人。講完面相之後，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會喺心裏面諗，如果我或者我伴侶嘅面相沒有完全符合上面講嘅這幾點，咁樣係唔係代表我哋就不能發財啦？
大家完全不用擔心，因為喺玄學上面，相由心生，命由己造，面相只係先天嘅一部分，而伴侶身上嘅性格特質同磁場能量，往往比單純嘅面相更加重要。接下來我要講嘅這3種旺財性格特質，只要你伴侶符合其中一種，下半年你哋嘅財運一樣可以暴漲。第一個比面相更旺財嘅性格特質叫做情緒穩定，擁有土屬性嘅穩固氣場。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句話，情緒不穩定就係你家裏最大嘅破財源頭。在九紫離火運入面，社會上人心浮躁，很多人動不動就發脾氣、吵架、摔東西。如果你的伴侶性格暴躁、情緒陰晴不定，他每次發脾氣、吵架嘅時候，就係在你家裏放了一把火，將你哋辛苦積累嘅財氣同貴人運通通燒光。每次嘈完架，你只係覺得做嘢沒精打采，投資頻頻出錯，甚至出門都會踩坑或者掉東西。這就係情緒破壞咗磁場嘅後果。相反，如果你嘅伴侶性格極其穩定，遇到困難不驚慌，遇到挫折不抱怨，像大山一樣給你可以依靠嘅安全感，即係土屬性嘅包容氣場。土能生金，一個情緒穩定嘅伴侶能幫你止住所有因衝動消費、因情緒失控而造成嘅破財。只要家庭氣場穩定落嚟，你嘅智慧就會清明。下半年做生意、做投資自然百發百中。第二個比面相更旺財嘅性格特質叫做口德好，常鼓勵少抱怨，擁有水屬性嘅滋養氣場。喺風水上面，水代表財，而言語就係氣場嘅流動。很多人不知道，論言語係帶有極強嘅能量頻率嘅。如果你嘅伴侶每天回到家，開口就是抱怨公司、抱怨同事、抱怨社會，甚至成日挑剔你、打壓你，講一些風涼話，他每一次抱怨都在你家裏製造一個黑色嘅能量黑洞，將你身上嘅自信同財氣通通吸走，這個叫做損財口德。相反，如果你的伴侶懂得口留餘香，每天看到你辛苦工作，會對你講一句你辛苦啦，在你遇到挫折嘅時候會鼓勵你，相信你一定可以。這種常說好話、常懷感恩之心嘅伴侶，就是喺用最溫柔嘅水屬性能量滋養你。論古人講妻賢夫過小，子孝父心歡，一個口德好嘅伴侶能讓你身上嘅自信同財氣暴漲10倍，同佢喺一齊，下半年你做事會覺得充滿幹勁，財源自然滾滾而來。第三個比面上更旺財嘅性格特質叫做懂得斷捨離，保持家宅乾淨，擁有金屬性嘅宿格氣場。屋企嘅環境正正就係你哋夫妻心境同財運嘅折射。大家回家看看，如果你的屋企玄關堆滿咗破鞋，客廳雜物亂七八糟，廚房油灰不堪，床底下塞滿咗舊衣服，我話給你知，這種混亂嘅環境在風水上叫做最衰之地，陰氣同滯氣沉重。財神爺看到都會繞道走。如果你嘅伴侶具有懂得分類、喜歡整理、定期扔掉舊物破爛嘅習慣，即係金屬性嘅宿格氣場。金代表決斷力，代表清爽同秩序。一個乾淨整潔通透嘅家，能夠讓屋企嘅財位順暢通風，讓光線同好運冇阻礙地流動。同一個喜歡保持家宅乾淨嘅伴侶喺一齊，你每天回到家都會覺得神清氣爽，頭腦清晰，做決策差一步會糊塗。下半年你哋嘅家宅財氣自然越聚越多。講到合婚同伴侶氣場，我哋仲必須要睇下2026年下半年12生肖嘅合婚配對。在玄學命理學入面，生肖之間嘅6合同3合能產生極其強大嘅財富共振。如果你嘅生肖同你伴侶嘅生肖剛好構成6合或者3合，下半年你哋兩個人一齊投資或者經營生意，財富暴漲嘅速度會比單打獨鬥快上好幾倍。第一組下半年極度旺財嘅生肖組合係生肖虎同生肖馬、生肖狗。在2026丙午火馬年虎馬狗構成3合火局。如果你嘅伴侶係屬馬或者屬狗，而你係屬虎，或者反過來你哋兩個人喺下半年就係天造地設嘅財富搭檔。屬虎人有開拓進取嘅霸氣，屬馬人有風馳電掣嘅執行力，屬狗人有守財看富嘅穩重。你哋兩個人係一個負責在外面開拓市場賺大錢，一個負責在後方管理財務所。財富下半年你哋家裏嘅財富會呈爆發式增長。第二組下半年極度旺財嘅生肖組合係生肖羊同生肖馬。
羊同馬在命理上屬於五味六合。屬羊嘅人性格細膩溫和，但在決策上容易猶豫不決；而屬馬嘅人性格豪爽果斷，但有時容易莽撞。這兩種生肖組合在一起，剛好形成你陰陽互補、水火相濟嘅完美氣場。下半年屬馬嘅伴侶能幫屬羊人帶飛事業，而屬羊嘅伴侶能幫屬馬人穩住後方。兩個人在一起感情越好，加拉嘅財運就越旺。第三組下半年極度旺財嘅生肖組合係生肖豬同生肖兔、生肖羊。豬、兔、羊構成亥卯未三合，木谷在九子離火運入面，木能生火，木代表生機同智慧。如果你嘅伴侶係這三個生肖之一，下半年你哋兩個人適合一係搞副業，做快更誕生，或者進行穩健嘅投資。屬豬人嘅福氣，加上屬兔人嘅精明，再加上屬羊人嘅細心，下半年你哋家不僅能避開所有經濟風浪，更能不斷收到意想不到嘅暗財同橫財。除咗上面講嘅虎馬狗同羊馬組合之外，我仲要幫大家補充另外幾組喺2026年下半年財運爆棚嘅生肖搭檔。第一組係生肖猴、生肖鼠同生肖龍、猴、鼠、龍在命理上構成辛子辰三合水局。水主智慧主財源，如果你嘅伴侶係這三個生肖之一，下半年你哋兩個人非常適合依靠智慧金融投資或者網絡商務嚟賺取偏財。屬猴人嘅靈活，屬鼠人嘅精明，加上屬龍人嘅大氣，你哋兩個人喺一齊，財源就像長江水一樣滾滾而來。第二組係生肖蛇、生肖雞同生肖牛。蛇雞牛構成巳酉丑三合金局，金主財富主規律同執行力。如果你的伴侶係這三個生肖之一，下半年你哋適合做實體生意、不動產投資或者穩健嘅理財。屬蛇人嘅敏捷，屬雞人嘅計算，加上屬牛人嘅勤勞，你哋兩個人喺一齊，下半年能把家裏嘅財富構築得像城堡一樣堅固。第三組係生肖兔同生肖狗。兔同狗在命理上屬於卯戌六合，即係一組極其溫馨且默默發財嘅組合。屬兔人嘅溫柔能化解屬狗人嘅執念，下半年你哋兩個人感情越甜蜜，家裏嘅暗財同橫財就越滾越厚。講到呢度，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會喺心裏面甩氣。哎呀，我聽完之後發現我伴侶不禁面上不旺財，生肖也不合，而且每天回到家還非常喜歡抱怨，脾氣暴躁，甚至家裏也堆得亂七八糟。這到底該怎麼辦啊？難道我要同他離婚或者分手嗎？大家千萬不要衝動，玄學嘅精髓從來不是教你去抱怨或者逃避，而係教你去化解同改變。今天我要教大家3個獨門嘅風水拯救秘法，就算你哋伴侶脾氣暴躁、愛抱怨、帶有損財氣場，只要你用咗這3個秘法，就能強行化解家裏嘅損財磁場，將他嘅衰運轉化為旺財氣場。第一招拯救秘法係重塑睡房風水，化解脾氣同爭吵。睡房係夫妻同伴侶每天呆得最久嘅地方，亦係兩個人磁場深度交融嘅核心區域。如果你嘅伴侶脾氣暴躁，容易同你吵架，你首先要檢查一下你哋床頭嘅風水。床頭千萬不能正對着鏡子，鏡子在風水上代表煞氣同反光煞，容易讓人神經衰弱、脾氣暴躁、互相猜忌。另外，床頭嘅右邊係白虎位。白虎位不能放高大嘅櫃子、音響或者帶刺嘅植物，比如仙人掌。在化解伴侶嘅暴躁脾氣，你可以喺床頭嘅左邊青龍位擺放一齊發出黃色溫暖光線嘅台燈，或者放一個天然嘅粉水晶球或者紫水晶洞。黃色代表土能吸收火性嘅暴躁，水晶代表溫和嘅水能量，能滋養夫妻感情，強行淋平伴侶內心嘅焦躁與脾氣。只要睡房嘅氣場溫和落嚟，你哋爭吵嘅次數就會減少80%，財氣自然就能留得住。除咗正東方嘅白財星之外，大家仲要注意2026年西南方位嘅九子喜慶星。進西南方喺風水上代表坤卦，亦係女主人同家庭感情嘅方位。如果你的伴侶脾氣暴躁或者家裏天天吵架，你可以檢查一下你屋企嘅西南方位。西南方千萬不能堆放垃圾、破舊家電或者帶刺嘅植物，否則會嚴重破壞女主人嘅氣場同家裏嘅感情。在西南方擺放一盆鮮花或者一對溫馨嘅夫妻合照，配合正東方嘅法立發財樹，能徹底激活。
2026年9子喜慶星同財星嘅能量，咁一來屋企嘅滯氣同衰氣通通被清理乾淨，伴侶嘅脾氣變好，家宅磁場祥和。下半年你哋想不發財都難。第二招拯救秘法係佈置玄關同客廳，化解伴侶帶回家嘅負能量。如果你的伴侶每天喺外面工作受咗氣，回到家就把負能量同抱怨帶回家。你可以喺屋企嘅大門玄關位置擺放一小碗天然嘅粗鹽，或者使用柚子葉精油香薰粗鹽，在風水上具有極強嘅吸收雜氣同淨化磁場嘅功能，能將它從外面帶回家嘅衰氣同負能量，在門口就吸收掉。另外，客廳係一家人嘅聚財之地，2026年嘅正東方係八白左輔財星飛臨嘅方位，你可以喺客廳嘅正東方擺放一盆枝日茂盛、葉子圓潤嘅發達植物，比如金錢樹、發財樹或者橡皮樹旺盛嘅植物，代表生生不息嘅木屬性生機，能強行吸收你伴侶抱怨產生嘅黑色能量，將其轉化為生旺家宅嘅財氣。第三招拯救秘法係開啟21天言語轉運小儀式，強行改變家宅頻率。風水擺件係外因，而人嘅心念同言語係內因。很多時候伴侶之所以愛抱怨，係因為他長期缺乏安全感或者缺乏認可。從今天開始，你可以做一個執事，不管他多麼喜歡抱怨，你不要同他硬碰硬，不要用抱怨去回應抱怨。每次他抱怨嘅時候，你溫柔地對他講一句：你辛苦啦，我知道你係為了呢個家，好多謝你。或者在他做咗一件微不足道嘅小事時，大方地嘉獎他，認可他。心理學同能量學都證明，當一個人連續21天收到肯定同認可時，他身上嘅負能量磁場就會被強行打破，他會開始生出感恩之心同自信心。只要你先跨出這一步，用你嘅溫柔同肯定去滋養他，他身上嘅損財氣場就會慢慢轉化為旺財氣場，夫妻同心。下半年你哋想不發財都難。真係非常感激各位老友記抽時間陪我聽到呢度。你哋嘅每一分支持都係我用心製作內容嘅最大動力。面相同風水係一套指引，但真正能改變命運嘅，永遠係你同伴侶願意互相滋養，一齊改變嘅心態。希望今日分享嘅天機可以喺下半年為你同你嘅家宅遮風擋雨，引財入庫。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所啟發，記得幫忙點讚、訂閱頻道並開啟旁邊嘅小鈴鐺，分享俾你嘅伴侶同身邊最關心嘅人。跟緊我哋嘅腳步，我哋下一期繼續為你解鎖更多轉運玄機，祝大家夫妻同心，小人退散，橫財就手。我哋下一期再見。